自2025年11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就知影家己是谁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斯拉记第7章11到28节。这时，以斯拉是敬业教师，精通上主予以色列的诫命甲规例。下面是亚达四世王予以斯拉的诏书。列王的王亚达四世写予祭司以斯拉，精通天顶上帝律法的敬业教师，愿你平安。我国内的以色列人、祭司甲利未人，若有人愿意转去耶路撒冷，我下令允准因甲你做伙去。我甲7个参谋指派你，着照上帝交托你的律法，视察犹大甲耶路撒冷。你着带我甲我的参谋，甘心献予住伫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上帝的金银，搁带你伫巴比伦全省所得到的金银，以及人民甲祭司欢喜为着耶路撒冷因的上帝圣殿奉献的礼物。你着先用这的金银买牛犅仔、绵羊犅、羊羔、五谷甲酒，献伫耶路撒冷恁的上帝殿的祭坛。剩的金银着照恁的上帝的旨意，用伫你甲你的同事看做好的所在。所有交予你要伫你的上帝殿内做服侍的器具，拢着下伫耶路撒冷的上帝面前。你的上帝殿若还欠用甚物，需要你设法的，通对皇帝的府库支出。我亚达四世阁下令何西省所有管府库的官员，精通天顶上帝律法的敬业教师，祭司以斯拉，伊无论对恁要求甚物，恁拢着确实办理。数量最高通到银3400公斤，麦10000公斤，酒2000公升，油2000公升，盐无限。天顶的上帝所命令的，恁着为天顶上帝的圣殿切实去做，才免上帝的大受气临到我甲我的子孙的国。我阁命令恁，祭司甲利未人、献司的、圣殿的守卫甲工人，以及伫上帝的殿侍奉的人，拢毋通要求因进贡、纳税、缴粮食。以斯拉照你的上帝赏赐你的智慧，指派遐个捌上帝律法的人做审判官甲官员，伫你何西省的人民教导还毋捌律法的人。若有人无要遵守你的上帝的律法甲王的命令的人，着严严甲因定罪，甲因判死刑、流放、财产充公，也是关禁。以斯拉讲：上主咱列祖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予皇帝有即款的心意，予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到尊荣。伊阁予我对王、伊的参谋甲所有有权的官员得到帮赞。上主，我的上帝赐我勇气，予我会当调集以色列的首领，甲我做伙转来。着知影家己是谁。伫现实中，爱一个经历过被毁灭的国家，靠家己的力量重建起来是无可能的。干那要顾个人的生存就已经真困难，何况要招致四散的人民凝聚共识，而且实际转去故土进行重建，
这若毋是上主亲自动工，绝对毋是人所会当完成的任务。关系圣殿重建上面，阿达西西皇帝固然愿意承接塞勒斯皇帝的诏令，另外一方面，身为统治者的阿达西西也考量到自身利益，等于要求下属协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，也会使加得到一位神的祝福，阁会当受咱人心，得到被殖民者的支持。对波斯皇帝而言，通讲这是一举多得，这便是波斯帝国愿意兼容并蓄的原因。关注属国是毋是各自受到人民宠爱，享有和平繁荣，对统治者来讲也是一种投资，因为安尼，波斯皇帝上款期盼会当透过重修敬拜的殿宇来取悦神明，互整个帝国得到祝福。要确定圣殿的重建就是一个上好的例。重建圣殿虽然是统治者的利益考量，但是对被殖民的以色列人来讲，会当保有宗教自由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机会。毕竟伫无久以前，重建圣殿的工作常常受挑战和阻挡，但竟然会当得到皇帝大力支持甲赞助。因为以斯拉精通上主的律法，过往也伫波斯帝国的职务上忠心，所以得到阿达西西皇帝的信任甲肯定。毋但安尼，以斯拉也爱管理皇帝所同意的庞大财物，包含皇帝和伊的参谋甘心奉献的金银。以斯拉伫巴比伦丁收的一切财物，和圣殿礼仪一切所需要的供物，重建所需要财物犹如天文数字，相对爱护的责任也相当的重大。但是这敢毋是超过以斯拉所想象的恩典是无？更加重要的是，阿达西西皇帝要求以斯拉教导以色列人民学习律法，也就是爱认同家己的身份。为着安尼，以色列人有义务明白家己是啥，家己应该着做甚物。阿达西西皇帝讲：若人无要遵守你的上帝的律法甲王的命令的人，就严严甲因定罪，甲因判死刑、流放、财产充公，也是关押。这个话看起来若像真严厉，但是这竟毋是搁较凸显上主对伊的子民的怜悯甲慈爱，因为安尼威胁并毋是上主甲伊的子民维系关系的手段。就算以色列人要受波斯帝国管辖，但是上主犹原持续向以色列人表达：我要甲恁同在，做恁的上帝。恁要做我的子民。即句不断出现伫圣经的话语，此刻也对你我做出提醒。愿咱无论处境安怎，拢会当记得，迄位伫天顶看顾咱，也伫身躯边陪伴咱的上主。默想，当拄着绝境的时，我安怎思索信仰？当拄着试探的时，我安怎看待良知？当拄着绝境的时，我安怎思索信仰？当拄着试探的时，我安怎看待良知？咱来祈祷，充满慈爱甲怜悯的上主，你伫天顶看顾我，也伫我的心中扶持我。当我面对绝望甲试探的时，愿你互我明白，
你要甲我同在，做我的上帝，搁引带我行伫真理的道路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